韩流嘅魅力上到全世界，其中韩剧、电视节目也中五路产业，本韩国嘅饮食文化、时尚美妆受到大家嘅注意。唔但将发落嚟旅游业，还大大提升了规则韩国经济效益。其中明通就係数年第一，未係牽涉到外國人客中意嘅 shopping 天堂。不過唔講行地，8年前嘅明通是個數年有名嘅中國村咯。未一下有獨到強豪其中嘅所在，當天還加有一間華僑小學，3萬多嘅延續中華文化。今日就俾人跳下落去拜訪，行到安陽嘅華僑小學做替代役嘅鄉親陳運賢。永轩吗？哦，你好，你好，我是小吴东汉。哦，我是永轩。你好，你好。你有几批有要去做替代役呢？因为在台湾，我有朋友在当替代役，可是都是在譬如什么公园管理处啊、某堂沟还出柜的。因为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是学教育系，自己本来就具有那个国小的教师证。后来呢，在那个侨务委员会的时候，侨务委员会有开这种专长替代役。可以当老师的，那时候就开了在韩国，然后在日本的缺，我韩国有7个，现在韩国有7个替代役。你的韩文应该还不错吧？还好，要被搞熟了，都讲中文，全部也用台湾的教材。对，这边的孩子很多都是台湾人的后代，有一些是华侨后代，那所以他们都学繁体字。不是，你们看搞熟，所以第一拜有过韩国了。不是呢，以前有来过。以前曾经自己来过，去搞了，去搞了，大概两三年前，那时候有一次是生日，他那时候刚学一点韩文嘛，学了一点点，想说啊，来看看，印象是怎么样？怎么会现在就第2次来又选了韩国？那时候就觉得韩国是很先进的国家，很团结的国家，但是有一点脏。会吗？对，明洞很脏。就会鸦片就是明洞哎。对啦，对鸦片啦，比较脏一点。不是你对鸦片的反应应该会懂了解了。对啊，因为已经来这边大概7个月、8个月，7个月、8个月。陳運賢鄉親，平常內部嘅人對時態老台北時態上實施變壓過後嘅運賢，也按當年大幫反人們嘅學習熱情。老政府向嘅暑假海外求教欣賞唔那嘅情形，故所有相關專業老教書經驗嘅佢，就意外老韓國有了一大緣分。後生人親好去嘅明通，就係運賢喺韓國落成嘅第一站。鴉片真係動當年哦，明洞鴉片。對，這裡人很多。公公你看按多，是講明洞鴉片 T 恤都對黑馬噶，因為講好像觀光客說來韓國一定要來明洞嘛。你台北的西門町哦，對啊，這裡就像韓國那個台北的西門町，這裡有很多流行的東西啊，化妝品啊、衣服啊，還有世界各地的那個品牌都在這邊，所以觀光客就喜歡跑來這邊逛。就是鴉片賣嘅東西，就會受那流行年輕人流行的指標。對，年輕人喜歡來這邊。所以按你唐瑞是不是講說韓國人他們對外表是蠻注重的？我自己覺得我來這邊的感受是，這邊的韓國人相對台灣人，包括女生、男生，相對注重這些外表。他們會化一些妝，或者說在服裝上面，要打扮上就是更用心。有錢的呢，跑去整形；沒錢的什麼，來到明洞，來到這裡很多化妝品嘛，挑個喜歡的，挑個漂亮的，把自己畫得漂漂亮亮的。真給你估計你來到韓國7、8個月了，有什麼東西比較不能適應的嗎？有，像第一個吃很不能適應，每一餐都有泡菜、辣蘿蔔、辣的湯都是辣的，這樣。第一個吃，哇，好不適應哦。第一個吃，還有其他的。第二個是天氣，甜食，天氣太冷了，都-18度，對不對？18度太誇張了吧？很冷，然後又很乾，像是嘴巴啊，或者是皮膚啊，在很冷的時候，像現在還是都很乾，比起台灣都更乾。那像我都不擦保養品的，然後不擦這些東西啊。可是來到韓國沒辦法，就學着擦。他們好像男生也會畫煙燻、畫眼線、畫煙燻妝，這方面有沒有入境隨俗？我沒有，我這真的哦，沒有啦，真嘅咧，真的啦。喺韓國，男性夫婦留化妝，從早秋啲潮流變咗當平常嘅生活習性。條拜韓國嘅男美人對崇拜當中有男人氣概嘅風格，常常嘅轉向斯文秀氣，將男美人嘅外形喺韓國媒體上推報道下，外表就係力量嘅沙皮架子，留將將嘅外在。
看作为影响条路，留另外嘅成功。唔但将悄悄地改变了韩国人对酱嘅想法，每本韩国嘅化妆产业得到了唔自由嘅发展。同学，跟韩国人最常用的搞讽刺就是坐地铁啊。对，坐地铁。因为你看哦，像在首尔的时候，我们大家像我自己在这边生活，也是搭地铁最多，很多站去哪里都可以搭地铁，很方便啊。啊，你看了站真的很多，它最远的距离大概从哪边到哪边啊？从台北，然后就一直搭到桃园，然后搭到苗栗。苗栗，很远啊。你看腿完压它清燕就都还是台北市、台北县这样，对，新北市，然后有时候搭到后面都要搭2小时。用这种的捷运，对台湾来讲，的管样就会坐火车了。对啊，所以在那个车上就可以吃东西，怕有肚子太饿啊，有没有？然后可以喝水。茶类嘞，哎，要不茶不用懂多黑嘛，车很多，是不是？对，车很多。哎，要不你因为我在排队哦，也无可厚非啦，因为韩国就是比较快的城市，而且有时候他们会想要快一点上车，他等一下要等，然后再等下一班车，他可能会迟到什么的，所以他就比较急。个性比较急。哎，底条来讲啊，看茶中暗宴，对，春腿版，我们从像我家住在中和南势角，坐到淡水差不多60块65块了不起哦。但是这么大的地图啊，坐车他们车票会不会很贵啊？这边车票是这样子哈，你搭一趟，现在用卡片是1050块韩币，30美元，30几块台币。那如果是直接付钱的话，是1150块。可是呢，你搭一站也是个钱，然后呢，搭很多站也是这个钱。那有暗后的事情。我觉得台湾可以向韩国学习的地方是像定价策略，在台湾是使用者付费嘛，你搭越远你就付越多的钱。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像市中心比较多工作机会啊，或者是发展机会啊，那些偏远的人搭车来，结果付更多的钱。然后反而住在市中心的人付比较少钱，又得到更多的资源或者是一些机会，对不对？那韩国呢，就是这样做，住比较偏远的人付的钱也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子。韩国政府这些政策啦，有在帮助这些人。原先讲，可能是因为自家是对平常类嘅，故所对韩国政府按嘅政策想法特别有感触，盘查嘅补助，留差錢嘅整合。本平價嘅地下鐵變做串聯數年度飛機嘅重要工具，平均單日超過800萬人次，以使地下鐵喺太數年地區來來去去。原先大禮拜免費坐電地下鐵到新村去學韓文，留其他韓文留學生相互交流。這邊，Hello，你們都到了。這邊坐，這我朋友，你好，這我朋友，你好。第一次來，對。你說這邊是什麼樣的地方啊？為什麼看後面還有台灣的國旗？我因為平常下班的時候沒有事嘛，但我自己想學語言啊，然後就在網上發現這個地方，然後這裡呢就是有很多國家的人會一起來交換語言。這是一個語言的交流會，像今天是中韓交流會，主要是中文跟韓文的交流。對，那我們是就是講中文。我講中文的。對，然後等一下呢，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從他們身上可以學到一些韓國話。可能都要跟大家聊天，可以學到比較生活化一點的中文。對，你要先自我介紹。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烏宗翰。大家叫小烏。小烏。看到要給某窮韓國人的，這個也是台灣人嗎？這個是，你覺得他是台灣人嗎？我就看起來有一點像，而且我們在講話的時候，他有點心虛，好像聽得懂中文。對，好像這個有很多我的朋友，像這個是我之前學韓文的時候，有時候請教他。對，因為呢，他雖然是韓國人，可他中文很好。你好。這聽口音，中文還不錯。你好。再講兩句。你是哪裡？你是香港人對不對？也可以用日本話卡克哈西做目的嘅語言咖啡堂，但亦就用網向嘅語言交換法通，365年年年開張，就會俾到天數對中國、日本、和台灣一條素材來韓國嘅留學生，做得韓客嘅容易懂啲，咪希望透過網向文化嘅交流，做到為亞洲地區嘅人才。提供到外種特殊做條路嘅機會了連結。嘉穎，
你吃到了都亚 V 啊，你觉得对你实质上的帮助会蛮干了？可以多交很多韩国朋友啊，然后多交流。它会帮助到你，譬如说我熟悉了这附近的环境，或是说我对韩国文化更了解吗？哦，会啊。哪一方面？饮酒文化嘛。哦，对，没错。我在这里，因为韩国人很爱喝酒，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吃饭上的游戏，然后就是跟台湾人真的非常不一样。有段时间了哦，我们这样交流会玩，然后大家又会一起去吃那个炸鸡，然后他们会负责喝啤酒。我不能喝，不知道就变成一个小团体的感觉。对，你桌上还有放这是什么东西？就我自己在后搞熟嘛，然后就有一些自编教材，然后我就来问他们。哦，像非后场按你搞给掉。周轩，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学中文？一开始我对中国有感兴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也学了泰语，所以我选了大学中文系。所以你是从哪边得到这个交流会的讯息？我的学长。那你在这个交流会，你觉得对你最实际上的帮助是什么？语言方面、说话、绘画方面，你知道有很多方面就很懂，因为语言没有用，就很快就忘记了。那你学这个中文，你觉得对你自己未来的工作上面会有很多的帮助吗？怎么说？我的梦想就是当汉语老师，在这里，在韩国最有名的汉语老师。哦，梦想大。一笔嘉宾的时光，一只休閒快樂嘅下晝，帶定異鄉嘅佢嘅文化插翅，流行文化也條神法素材作課本，主動簡單淺到底種，都係相互分享嘅朋友，打破補習班嘅人群知識，啲經分享運用嘅表達自我嘅高長度，又應用啲神法之中，還有下課過後嘅強下示範，俾佢呈現韓國文化嘅好方法。小吳，我要跟你介紹兩個我在韓國的好朋友，一個是雨欣，你好，一個是阿杜。你好。我是在這裡參加了一個台灣人的在韓的留學生會，所以呢就認識了他們兩位。哦，超嘞，逛到韓劇哦，我看到桌上這一桌，好像現在很流行哦。對，炸雞跟啤酒，大家可能都有看過，就是偶像劇嘛，然後看到全智賢啊，在裡面吃那個炸雞跟啤酒，很好吃的樣子，對不對？特地帶你來品嘗這個炸雞跟啤酒的味道。哦，那給明友，我是客人嘛，我幫大家服務一下，來喝酒。不行，我來。只要地瓜有熟的話，差不多就可以開始用。它有點像烤肉一樣，你就拿一塊這個生菜，然後把你想要吃的料一個個放進去之後，把它包起來，一口吃掉，這樣就可以了。一整口吃進去。哇，好恐怖啊！帮大家服務一下，來喝酒。不行，我來。可是她是女生，讓女生幫我們服務。男女不分，只看年紀而已，真的。對，那就麻煩你，年紀胎就做點享福嘛。對。我們這邊，他們這邊也是用乾杯的嗎？他們就空杯，空杯就是乾杯的意思，空杯。在韓國傳統概念，喝酒在長輩面前喝酒是一種放肆的行為。就本來喝酒應該是不應該在不應該被長輩看到，所以說才要刻意找過去這樣。雨欣以前知道這些嗎？其實我在台灣不喝酒，然後是來到這邊，然後要融入這邊的生活才開始喝酒。真的啊？對。那為什麼來到韓國這邊就覺得說好像聽說會泳衣給留在沙飛，好像是要融入他們的社會嘛？像在學校啊，然後就是像一開學的時候，學長姐就會就是邀大家一起去喝酒，就會增進感情。然後教授也會跟學生一起喝酒，這樣。OK 哦。韓國人本身他如果也不喝酒的話，就很難融入那個團體，因為他們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喝酒的那個場合去分享。所以當你如果不參加這些喝酒活動的話，你會覺得好像你是那個團體裡面被排擠的對象。可是這韓國人本身也會有不喝酒的，也會有這種感覺，不是只有外國人是這樣。
那除了懂整期哦，在韩国的猛发哦，懂奇怪哦。像譬如说炸鸡一流行了，你看这边有炸鸡一条街，路上流行什么，可能你现在最近看到的差不多就会差不多了。为什么韩国的民族性会这样呢？因为韩国的民族性啊，他们是比较重视这种团队的一个团体的一个精神，他们不太喜欢说有一个人特别突出，所以说你很少看到在路上会有奇装异服的人。你会发现，这最近如果流行一种发型，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剪这个发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跟别人一样就是好看，他不希望弄得很奇怪，让人家去注视他。对他们觉得说，如果不一样的话，可能会被人家注视，那可能人家就会找我麻烦或干嘛。那我最保险的就是我跟人家一样。所以像很多化妆方法，或者说有的人他可能去做整形，会发现很多人长得一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跟人家一样就是好看，他们的概念就是有聊糖沟要这种很多江南脸。对，可能是大家强用带来嘅安定感，也可能是一种唔属本人嘅天真想法。对从事面房嘅韩国人来讲，骗人用嘅东西，自家咩绝对做唔得冇，故所作强用、保护强用，也係面强用，咩冇乜嘅关系。每本闽南就係最現正所謂港南戲片人，本人小講有港南面安尼嘅名詞，原先咩係跳過一兩個啲數年特殊嘅成敗，強強嘅認識清真式嘅韓國百態。你去搞雷多亞片也是5年的時間嘛？那你5年前那時候對韓國印象好像算不錯哦，那現在5年後你這樣怎麼看韓國？我覺得韓國在這5年之中，它就是變化真的很快，它就是越來越國際化的感覺。然後本來韓國人都比較愛用韓國貨，可是現在也很多國外品牌進駐韓國，然後所以現在在路上也可以看很多國際品牌。然後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現在在5年之內，就是經濟發展真的就是成長很多，然後所以也比較有能力可以去買那些國外品牌。不錯，給幾條你能在那邊待了這麼久啊？之後如果真的像碩士畢業了、博士畢業了，會選擇回去台灣嗎？我個人是因為我想要回去台灣將韓國的一些文化或者韓國的一些知識帶去分享給台灣人，所以我是希望畢業以後能夠回去台灣教書。其實在韓國雖然說韓國的大學生畢業起薪比台灣高，而且很多的大企業其實薪水是非常高的，可能新的社員有給到8、9萬，張口一次的時間就有8、9萬。對，可是呢，這些大企業的競爭率非常的高。而且你進去以後，可能很多人他們進去以後，每天都是加班到10點、11點，然後而且那個壓力非常的大。我很多朋友進去以後都撐不了2、3年，就身體就受不了，然後就出來的樣子。是講你去個第二邊讀書，你們兩個現在是在那邊念書嘛？你們在哪方面能感受到這樣子的壓力？像台灣，我之前在台灣念大學的時候啊，我們通常到大4才開始想說，我要找工作或是幹嘛。可是像在韓國，他們很多朋友大2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在準備就職考試，或者說去外面去參加面試的那個補習班。大2聽哦？對，大2、大3他們就已經開始在想，我未來畢業之後要找什麼工作。而且他們很多人。像台灣，你寒暑假去學校圖書館是根本沒有人在學校念書。可是，在韓國呢，你放假去圖書館，你會看到很多人在準備證照考試，還有英文的考試。所以，你即使是放假你去圖書館，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學生在念書。我是覺得，因為韓國首爾競爭真的很大，就是全部最好的大學都在首爾，然後在這裡的生活壓力非常大。然後我覺得台灣的生活條件還是比較好的。一下有動盪嘅後生人選擇離開台灣，有啲人愛尋韓較好嘅生活，有啲人希望讓韓較發嘅視野到一種家鄉。不過可能係因為喺啲外國，故所有一種起離了差別，去對比其他國家嘅好老法。台灣喺報道也係軌道，可能就啲一群喺啲外國後生人嘅觀察，主動改變，讓世界行通之間。可能咩適應過同好啊，像你隔壁堂咩同到朋友啊，這些東西你會強強適應咩？生發過都算會懂吃菜啦哦。差不多你的事情差不多告一段落以後，你就要回到台灣去了嘛。對，因為今年算起來差不多係26、27歲咧。26歲。26歲。不過26歲那第一就會講，你懂像韓模一直懂正式的工作經驗係嗎？托炳咖某正式就是到公司裡面去上班，還沒有。因為一般來講呢，都壓他年紀差不多，工作經驗都3年、4年、5年都有可能呢。那你現在還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你對要對來講，會是都有焦慮的感覺嗎？會啊，還是會焦慮啦。
因为自己一直都念书嘛，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后来我念硕士班嘛，后来就念了2个硕士班，然后后来又接着来韩国周饼啊，然后就来这边教书、当兵这样子。那现在也大概快要到尾声了。到尾声了，那开始也会想说要找工作这样子，要继续走以前的路吗？教书啊，或者留在韩国啊，还是回去台湾啊，都会想很多这些。因为你太后的时间都会投给高中嘛，读教育的嘛，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先选择教育这条路？我自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念自然组的，对。后来在选志愿的时候，就犹豫了很久啊，然后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哇，教育系不错，就回屏东当小学的老师嘛。那当老师啊，就可以在学校就很安稳啊，有一份很稳定的薪水的工作这样子。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就是对人接触的工作。我后来觉得那是我的兴趣。那其实，在教育当中，我也可以渐渐的接触人，接触很多人，接触很多小朋友。对，那我也觉得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嘛，就有机会尝试看看不同的工作、不同面向的都可以去试试看。我后来很喜欢电脑，还有手机，然后我自己后来学像数位学习、e-learning 啊，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去公司啊，就是开发一些教材啊，或者是说走这方面的工作，都也不错。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可以回去教书。但是如果试出来，我也找到自己的兴趣或专业的话，那我也可以继续走下去。那所以像你按用干瘾哦，Miller 听说会非常成功，因为要放弃自己专业去做别的事情呢。这种人他梦想一定很大。顾寿，你再过2个月，其实就要差不多迈上人生下一个阶段嘛。用在这边祝福你哦，谢谢，成功，谢谢。把按人生动下的大杂技飞，勇敢去吃的运险，散漫开创梦想的路，本7个人生充满各种可能。1年来，运险唔但抢啲国小教书，连人转台湾高校，还顺势考到数年有名太好的博士班。恭喜运险，你祝福佢做得顺势开创7个的未来。接下来，跳下落去数年的小花园春川，也比可能对台湾人来讲有啲生疏。不过，那些讲到是去上到亚洲人的饭客，当归变过的素材，你可能就低嘞。请问你是小屋吗？泽龙。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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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啊，这边。对，没错，没错。第2个问题，我不知道你适应了没？请问你今年几岁？你也太入境随俗了吧？我换个方式好了。好，我今年是1984年出生的，我应该叫你。那我们是亲骨。哦，亲骨。亲骨是什么？亲骨就是朋友的意思，也就是同辈的意思。哦，那你的医师哎，好，亲骨你好，亲骨你好。你好。我发现我刚刚这样在那边等你啊，我从车站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这边跟首尔好像真的完全不太一样。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一出车站觉得，好冷，很冷，对不对？因为春川这边其实算是韩国最冷的地方，江原道这边算是韩国纬度比较高，所以山也很多，所以这边天气其实真的蛮冷的。而且好像建筑物没有这么多的样子。对，因为春川这边人比较少，所以不像首尔人车这么拥挤。那这边有点像是宜兰一样这种小城市。哦，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你念台北大学，现在台北。对。那春川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怎么没有想说去首尔发展？我是想说，我已经在台北生活了20几年了。那既然要离开家乡，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那倒不如选一个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可能更能感受到当地人的韩国人真实的一面。这样。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怎么选择了韩国这个地方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正好因为去美国游学认识了几个韩国人，那他们因为学了一点点的中文，然后来台湾玩。那我就想，说不定我也可以学一点韩文，那我们的沟通会更顺畅一点。我其实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去国外生活一阵子。那我觉得刚好那时候台湾跟韩国有一个 working holiday 的那个签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对，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了工作来到这里。我觉得你这个勇气真的太大，既然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来这边游学1年。在台北出世嘅这样，太好上主就飞机，落共享航针，毕业高校
伫有名嘅飞机事务所做了4年啦，为咗实现一只伫海外生活嘅美梦，佢决定并下稳定嘅条路来到韩国。喺啲纯纯3年嘅职业，考并慢脚步，深入体会当地嘅人文风情，一摆就停定佢，好好地认识纯纯想念嘅所在。你有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吗？我正想跟你讲，这边是什么味道，也太香了吧！对，这边是非常有名春川的辣炒鸡排一条街，哦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店家全部都是辣炒鸡排的店。哦，字我是看不懂，但味道都很香。很多人都说来春川没有吃到辣炒鸡排，就等于你没有来过春川。所以来到这边的话，一定要试试看春川这边的特产。您是一家梯房哦，从10月开始就抽了，先从吃的开始认识一个地方。没错没错，其实我在这边也是因为吃，然后认识这边的人情味。因为我是在这边是外国学生嘛，这边的阿朱玛就是他们的老板娘，非常非常的照顾外国的学生。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去吃饭，然后他知道我是一个人，就多给我很多的小菜，甚至我没有说要打包，然后他也另外打包小菜跟饭让我带回去吃。其实，在韩国这边有一个比较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很少提供一个人的餐点，然后像小菜这种东西几乎是不能打包的。但是这边因为可能比较乡下地方吧，所以这边的老板娘跟客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是家人一样，就像你来我家里吃饭的感觉，像朋友这样。对对对。牛牛嘅人情味老美食，係旅行親密好嘅線條。難得來到春春，行卡做唔到邊個入地方特色嘅小食。條擺春春有獨到嘅小雞蟲，有所便宜又好食嘅炒雞排，受到軍人老太學生嘅歡迎。學校天天韓國外省文化嘅普遍化，行卡歸路的春春有名到數年，還有名到台灣來咧。안녕하세요。你們給做的什麼？现在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吗？对，差不多了。只要地瓜有熟的话，差不多就可以开始用了。它有点像烤肉一样，你就拿一块这个生菜，然后把你想要吃的料一个个放进去之后，把它包起来，一口吃掉，这样就可以了。这么满足？对，一整口吃进去。哦，好像跟我跟腰总多。 너무 예 제가 우리도 타이페이 2번 갔었는데 他也去过台北2次。 예, 우리 교회에서 모범적인 교인 看到很像是我们教会的模范生。 교인들이 이분을 보고 타이페이를 다 좋아해요. 看到我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台北。감사합니다。 哦，好像跟我跟腰总多。 它味道层次很多哎，因为鸡肉其实它已经有一点点像台湾的三杯鸡，但是不够看辣的，比较辣一点点。我要特别讲一下跟那个薯条，这薯条吃了有点甜甜的，有点甜甜的，对对对，它就辣辣的，真的好对味。很好吃，对不对？哥兄啊，像这个辣炒鸡丁它很辣嘛，对。可是如果有些人不吃辣的话，会不会讲了都喊过鸦片？因为鸦片东西都懂辣辣，吃一吃也觉得也不错，那就跟着吃辣吧。没错，其实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连泡菜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辣度，但是来到这边以后，渐渐的就接触了他们这边的食物。我身边可能有些朋友，他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们有办法吃猪肉，或是不能喝酒。哦。对，但是来到这边以后，韩国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五花肉啊，吃烧酒啊，然后久了以后，他也不得不融入这样子的环境。那快乐，你对这边食物其实真的蛮适应的。跟你来那边很短的时间，有没有该提防会讲，就是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呢？这种文化，我怎么待得下去啊？其实，在国外生活比较寂寞，所以在这边比较没有那种归属感的感觉。所以，其实大部分人来这边可能遇到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我先做好了，我有可能在这边遇到一些不友善的人的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我来到这边之后，大家都对我非常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照顾我。那我反而因为来到这边，认识了一个跟我原本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不管是人或者是这边大家的对待人的方式，都跟以前在台北的时候非常的不一样。喺啲國外，難免會因為語言、文化嘅差別有無關嘅情形。不過無論乜嘅樣嘅文化、種族、
亲密都会转到人嘅根本良山。那想因为这样对神法嘅用心，老散漫热情，为人上嘅身体，还靠本地的动体，得到了同好嘅语言。这2位是跟我上同一个教会，然后他是牧师的爸爸，对，所以也是非常照顾我。亚流长辈认识多久了？认识，我从一来韩国就认识了。对，因为他住在我以前学校宿舍的后面，所以常常邀我去家里吃饭啊，或者是非常的照顾我。对，那我可以问他一下吗？哲龙讲说他常常去你家吃饭，你当初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너무 예 제가 우리도 타이페이 2번 갔었는데 他也去过台北2次。 예, 우리 교회에서 모범적인 교인 看到很像是我们教会的模范生。 교인들이 이분을 보고 타이페이를 다 좋아해요. 看到我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台北。감사합니다。 너무 좋아해요. 不过盖龙史，你刚开始看到知道她是一个外国小女孩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对外国小女孩好像特别好？ 교회에 한 번도 안 빠지고 너무 열심히 잘 오고 또 그 성도들한테 친절하고 교인들이 이 선생님 보면 너무 행복해. 因为 해피. 他觉得 happy 我对当地人都非常的亲切，然后也很热情，所以他觉得互动就是很像跟韩国人没有什么两样。 그 모습도 그리고 长相也很像韩文的口音让这个大姐觉得说你根本都已经是韩国人了。 예. 对他们很称赞。阿妹学的啊，凊彩行的路后，都在读到熟识的人。这样讲，一次吃到这个同好运，伫故事的外国，都在受到众多装逼的统辖。韩国人的温暖超过佢的想象，故所佢们希望韩国嘅好，都在被韩卡多人看到。接下来，人就听得这样，抢下来去拜访金爸阿婆，感受纯纯的温暖热情。 안녕하세요. 할머니 왔어요. 아까 저를 보셨죠? 봤어. 네. 这就是在这边跟我非常非常亲近的奶奶。 差不多几多岁？她差不多有76岁左右。奶奶在那边工作多久了？ 아 여기서 몇 년 동안 일하셨어요? 4-5년 됐네. 5년 됐겠네. 5년 채 들었지. 奶奶在这边工作了5年了。 哇，那奶奶看起来真的完全不像70几岁的感觉啊！刚开始的时候，奶奶怎么会想要对你这么好？你是一个小女生啊，而且是外国人啊。 그 생각은 야가 우리나라 사람이 아니잖아. 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 그러니까 외국에서 왔으니까 애로울 게다 싶어서 所以在国外过来的话可能会很孤单，所以他才想要更对我很好，所以常常带着我这样到处跑的。那这边各地来的学生应该还是也蛮多的，为什么他特别对你好像真的？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子的情感会投注在每一个人身上。 가르주는데 친룡이만큼 말을 안 들어. 他说他对每个人都很好，但是只有我最听他的话。什么意思？在最听他的话？就是他照顾我，然后我真的都非常的感谢奶奶，然后也很常跟奶奶有很多的互动，这样。奶奶非常非常就是把我当成家人一样，所以很担心我有没有吃饱，所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很多小菜啊，然后自己做的泡菜，对，然后。他甚至我当初想要从学校离开，在外面住的时候，奶奶就因为奶奶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奶奶就说，那干脆就住在我家就好了，我还有一个房间。 나 손자 딸들도 있는 아들이 많거든. 他的孙女其实也是这个，我跟我差不多的年纪。 지금 할머니처럼 내 옆에 있으면 잘 돌봐주고. 如果可以在身边的话，他可以非常的就近照顾我这样。 처럼 그만 그리 살라고 허락했었어. 就像我在故乡一样，然后旁边有个家人一样，亲人一样可以照顾我。那奶奶现在知道你差不多再过几个月可能会去回到台湾，或是可能留下来，奶奶知道这件事情吗？ 섭섭하지. 对，非常非常的舍不得。 섭섭하고 연락은 끊어지지 말고 지냈으면 他说绝对不可以断了联络，一定要一直跟他联系。 전화는 끊지 말고. 绝对不可以挂了，对，要一会联系的话，奶奶会希望你留下来吗？奶奶当然很希望我留下来。她其实每次讲到我要回国，她都会哭，对，她会很难过。对。这样讲，阿婆对唔是个外国学生的，看作自家的孙的，本地的留学生活多了众多的温暖。尤其啲年轻人摊嘅显退社会度，阿婆唔会人报答嘅付出，为本地重新思考年老人之间嘅关系。当地算唔清嘅贵人朋友。 不简单，像打算底下打工度假1年就会转台湾嘅这样，决定留喺韩国读研究所，希望做啲更加诚意嘅认识一个国家。
你给我使用的某上过去数你投台风哦，因为哪有唐你讲哦，就是韩国人有些观念甚至会认为说，只要你读的不是首尔那边的大学，你根本就不算读大学。老实说，我当初曾经有想过要申请首尔的学校，那我也曾经试着申请，但是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备齐了，可是那时候只差了一封推荐函还没有拿到。后来，所以其实就因缘际会，我没有因为拿到那个推荐函，所以就没有申请。那刚刚好就是在我决定要放弃的那一刻，老师就打电话问我说：“那你首尔的学校申请的如何？”我跟关心一下。对，老师就是特别关心说：“那你那边申请的怎么样？”我就是说啊，因为推荐函没有拿到，所以我可能就放弃要回台湾了。那老师觉得非常的可惜，怎么这样就回台湾了？他就说：“那你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拿过来，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这些资料改成申请翰林大学。”那我当时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能够有老师这样一一的等于是帮我顺稿，然后一页一页的帮我检查，连错字啊什么的都帮我看，然后等于是到最后能够真的这么顺利的申请上，真的都是托老师的福。老师，你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把哲龙留下来这边念书，你那时候是觉得看到他有什么个人的优势跟特质吗？우리 김진용 학생이 되게毕竟我是在台湾也是算还不错的学校毕业的，然后他觉得来到这边看到我念书的态度，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赞赏，他觉得我很认真，也觉得非常想要把我留下来在这个学校。我对经营方面 business 非常有兴趣。其实翰林大的 business 的教授并完全不输给首尔那边的教授，所以他觉得在这边有充分很好的环境跟很好的资源可以提供给我，所以就非常的努力想要把我留在这里。老师真的是非常从申请资料一直到我真的录取，到我现在在这边念书，每一个过程几乎都是老师一一的帮助我，我才可以这么顺利。对，一般喺泰國省哦，香港台灣女仔讀書嘅人都會練語文較多嘛。對。那你家念嘅是經營學系，對 ，business。吃到一個老語文同就冇乜嘅關係嘅。對，其實大部分人都是來這邊念韓語的比較多。那我本來是因為我在台灣大學就是念的是會計，所以我覺得我很慶幸的是，我以前念書跟我後來的工作，我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跟韓語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反而這樣子讓我覺得念韓語是一種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一種壓力，所以後來才會因為這樣子的原因而選擇的是 business。選擇 business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在韓國跟台灣的消費者其實有非常大的不一樣。其實你仔細看韓國的登山客，他們從頭到腳登山的裝備非常非常的齊全。光是阿朱瑪他的登山裝備，必要的就是他們的遮陽帽，然後捲捲的頭髮，然後再加上5顏6色的登山的衣服，這是他們最專業的配備。這其實算是韓國他們中年人的一個 fashion 的裝備。在韓國跟台灣的消費者其實有非常大的不一樣。對，其實台灣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國外品牌，那台灣人也非常喜歡外國的品牌。講好聽點是我們的包容性很強，但是講比較可以說也是有一點點的崇洋媚外啦。可是反觀在韓國，他們非常的愛用自己的品牌，所以愛用國貨算是一個非常大台灣跟韓國之間的差異。那我也對這部分非常的好奇，那我覺得說不定我可以學習他們這部分的行銷方式，那之後我可以把這部分用到台灣的企業上，說不定對台灣的企業也是蠻有幫助的。在用講，因為唔係為咗分韓掌握韓文，可能就得用韓較廣東的方式比較兩國。台灣同校過後，兩國嘅人民一直對對方動上手。做一個懂得獨體朋友認識嘅第一個台灣人，即用希望留台灣嘅好同朋友來分享，未留喺韓國看到嘅傳統家鄉，希望都能因為安尼打破相互嘅刻板印象，還有疏離。哇，吃到鴉片哦，真給到樹影冇窮用誒。其實春川這邊算是一個，他們說是一個浪漫的城市，所以就是它可以很
直接的接触到大自然的景观。我在这边非常享受的就是下午，可能下了课之后，然后找一间咖啡厅，然后坐在这边很悠闲的喝个咖啡，看个景色。可是我觉得蛮奇怪，就是我一路这样走上来，好像没有什么人跟我们一起这样享受这个环境呢。没错没错，其实春川这边在地的人大概也不到30万人，可是春川这边的地其实比首尔大概大2倍。对于韩国人来说，毕竟首尔还是首都，所以大家其实大部分都会想要去首尔工作。像春川这个地方，毕竟离开首尔也有段距离了。对于韩国人来说，这边就是一个乡下地方，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比较不会想要来这边工作。不过现在韩国也积极在推广地方的观光，所以你可以看到春川这边其实渐渐的有一些大型企业进驻。对，像这边就是LINE 的总公司，整片山头一直到下面全部都是。再靠过去一点那个河的那岸头，它现在也在建了一个乐高乐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乐高乐园，可能要花2-3年的时间。所以感觉出来，韩国政府其实它有在慢慢的想要发展一些地方的观光。你黑豆亚 V 差不多3年没，你对一切春川一切都这么了解，那你觉得春川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春川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我在这边可以做我自己，然后我不需要跟人去竞争啊，或者是，然后我觉得春川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很自然的从大自然中感觉到四季的变化。因为春川这边，它冬天非常的冷，也下雪。那春天的时候真的是百花盛开，就到处都是山上都可以看得到花草。那秋天的时候就是整片的枫叶。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在城市很难接触到的部分。那在春川这边，我觉得光是看这些大自然四季的景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唐人按理讲，真给春川对你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外面读书的地方了，它跟你的生活、跟你讲话出来的态度，跟你已经息息相关了。对，我觉得它或许不是一个非常最适合的观光胜地，可是它却是一个最适合生活的地方。对。强强的发展的春川，就像其个名的，像春天到来的细汉的腔样，充满希望。为了唔留下任何遗憾，这样离开现代的生活圈，唔但将重新认识自家，还因为得到很较多的温暖，对也无简单得来的生活经验，佮懂珍惜，很较懂希望，但而制作的高度充实又丰富。故说大家礼拜6日，佢就把握机会，慢慢去行了。就係這樣千加億嘅生活1000塊。喺韓國嘅清明一日，因歸路強下去索錯，也就因為藍色生死戀，也鋪是想到亞洲嘅韓劇變到東有名嘅海工上司。其中絕對做唔得邊個嘅，就係冬天8景之一嘅仙岳山啦。是树草非常有名的雪岳山国家公园。其实雪岳山之所以叫雪岳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年有5到6个月的时间都是雪弥漫的在整个山顶。哦，那你哦。对，所以因为它的山林上面都是充满了雪，而称为雪岳山。韓國四季分明，係講只有無強嘅季節來仙岳山了，甘肅咩都無強用。不過無變嘅係層層塌塌嘅奇峰怪石，有規劃完善嘅各種客山路線，一年四季想到東島國內外客山嘅人來也行一轉。那邊人真緊懂得哦。今天人还算是少的，如果是周末6日的话，这边的人是人山人海。只讲来去爬山的人，懂兄好像很多都是专业的爬山登山客。其实你仔细看韩国的登山客，他们从头到脚登山的装备非常非常的齐全。光是阿朱玛他的登山装备，必要的就是他们的遮阳帽，然后卷卷的头发，然后再加上5颜6色的登山的衣服，这是他们最专业的配备。这其实算是韩国他们中年人的一个 fashion 的装备。所以不是说平常年轻人可能爱打扮会特别这样穿，连老年人都会这样。对，其实我现在研究的硕士在研究的论文，就是在研究这个韩国的同质性消费。像这是衣服嘛，那如果说像我们看到他们汽车几乎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品牌，然后你仔细看它的颜色也都不外乎是黑色啊、白色、银色这3个颜色。超的，比较少像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红色啊、蓝色啊，或者很炫其他的颜色。像住的方面，你看他们的公寓式住宅全部
部也都是米色性的一排性的建筑。依照我这几年的观察，我觉得韩国人虽然他们也会有一点想要追求自己的特色，但是比起这个方面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在群体里面得到一种安定感跟有一个归属感，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世界上在流行什么，其实韩国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专属的特色。再用透过社会研究，让韩国人的生活习性一步一步揭开来。你也从事群体文化，让阶层的社会度，台湾人追求的特别性，颠倒本人吃到东奇怪。不过国土一致性，看唔到嘅规范所带来嘅团结，上面带来独特嘅压力，太多也太少，安样嘅把握，吃得很来好。其实哦，谈谈你分享你韩国的经验啊，吃到东整期。你看韩国从食衣住行他们的民族性，你都可以了解得这么透彻。那我想，我就很想要知道，你对台湾的了解嘛？该？其实我在台湾生活了20几年，但是其实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对台湾不是这么的了解。反而因为我离开了台湾之后来到韩国，或许是因为有一段的距离，我开始渐渐的更了解台湾了。因为怎么会这样？离开以后怎么反而更了解了？或许是因为我生活在春川这个地方。这附近其实台湾人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其实我身边的韩国人对台湾非常的好奇，所以他们经常问我说：“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那可能台湾跟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可能我平常也比较没有接触到的历史跟文化的问题。”那我反而因为这些人的问题之后，我开始慢慢的去更了解台湾，然后才发现原来台湾是一个这么美、这么好的地方。可是其实我以前生活在当中，我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讲，泰嘎都是亚洲人没。对。不过韩国人台湾心体这个完全都没共用。应该是说台湾跟韩国个性，我觉得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韩国非常的注重团体跟群聚，然后非常的在意，如果你不团结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台湾反而是追求的是个人独自的特色，所以我们或许也是因为我们多元的种族跟多元的宗教，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文化，我们的包容性其实是比较高的。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为什么在现况上面，好像韩国经济上啊，会比台湾更进步啊，科技上也比台湾更进步？因为你知道，跟台湾优势都在那一边哦。老实说，以我对韩国的观察，我觉得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文化跟韩国自己的特色非常非常的重视。然后每一个韩国人都非常知道他们自己的文化在哪里，他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但是相对于台湾，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是有一点的不太清楚，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台湾自己我们的定位甚至有一点模糊。或许我觉得台湾可以在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特色跟我们的历史多加强，让台湾人了解自己的优势。当自己知道自己的优势之后，我们莫名的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自信，或许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其实哦，谈按你分享你韩国的经验啊，吃到懂整期，吃到你真的也懂一张懂 TPS 模诶，因为你可能外表就是好像蛮柔和，然后感觉什么事都peace 的。不过你共错也发啊，那力量很大。那你这样子的个性，你是天生就这样子，还是说你被韩国环境所影响，还是说父母亲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其实我的家人一直以来都算还蛮支持我做任何的决定，他们其实对于我的决定都没有太大的干涉，反而我觉得他们或许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孩子，对，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们不希望我念的科系，结果到最后我就选择了那个科系，结果他们不希望我走入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工作，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会计师事务所。那一直到现在，我决定来到韩国。其实当时身边的人非常多的反对，应该说除了我的父母赞成我的决定以外，其他的人都觉得我真的是可能脑袋坏掉了才会做这样子放弃工作来到韩国的决定。但是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应该要趁年轻多出去世界外面看看。我觉得其实这2-3年在韩国对我的收获已经远远大于我在台湾生活这20几年。对，它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文化，甚至让我认识了台湾。那其实出来这一趟是蛮值得的，非常非常的值得。那我就想要知道，因为我知道你研究所差不多会毕业了，对。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老实说，我现在也剩下1学期就要毕业了，然后现在也在想说，毕业之后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老实说，依照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再多出去看看，甚至多做不一样的体验。
但是当然想到台湾的家人跟台湾的朋友们，我觉得也是希望我可以回去回馈我的家乡。但是我觉得不管到哪里，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台湾，我觉得只要我确定了我的目标，我还是会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老师用大嘴鼓，其实是充满享受的事情，动有亲和力的己，强又有礼貌。面对完全成熟的环境和困境，佢总係做得正向思考，大胆去做，讲话和动有条理，懂言听。条摆朋友至少讲，佢係啲好人程度。唔講硬上，順條做得有暗度的貴人天數，卻對了這樣本身善良的體質有動態的關係。佢行卡本來了解，嘛個係朝野自家，行出自我舒罕的想法，拓展自家的生命。